台湾的民俗有一句讲，二是送神，二五万变。明仔载就是旧历12月24。过年进前，大家人家拢爱送神，甲神明送倒去天庭休过年。所有民众会请屯，甲厝内和神明厅拼互清气。不过专家嘛提醒讲，这请屯拼扫有眉眉角角，就要注意，这龙年才会平安佮顺遂。拜六就是旧历12月24，伫咧台湾民俗内底，这是送神明登天庭造日休过年的日子，家家户户嘛伫即天请屯。民俗专家温宗汉表示，请屯除了厝内大摒扫神明厅的部分，嘛会甲香炉、神尊和神明插在顶顶，用青啊挡布甲用野香烟变好清气。不过专家提醒讲，伫咧清香炉的时阵，唔通去甲点动着香灰，若是伤甜，会当用汤匙甲吸出来。清这个香炉的时阵呢，咱会先甲内底香气抽出来，抽出来了后呢，咱这个甲内底这个算做讲香灰吼，甲伊试的吼，试好算做甲洗好安尼移吼，你嘛袂使试伤热吼，因为咱伫咧这个香炉的观念呢，咱插香插会松，趁钱较轻松吼，所以咱伫咧这个香炉内底香灰呢，上好是松松安尼吼。另外，请屯这两字是要安怎写嘞？一般中文会唱台语音写作请屯，也是清晨。不过，若照教育部的台文推荐用字，请屯应该写作德字头的请，迄字边的屯。咱来听台语老师安怎解说。这个请呢，就是有清洁的意思，哈，清除的意思。譬如讲，咱讲。家门清吼，用家门清，甲营野清掉。屯嘛，就是包括迄个营野啦、薰油啦，像讲红架道顶悬，咱有摆香炉吼，像香灰啦，遐拢会当叫做屯。咱的台湾俗话内底，更有一句大饼厝较会富。通常伫咧24送神了后，就会开始大饼扫。民俗专家表示，伫咧台湾民俗内底，一般会对厝外饼入来厝内，代表讲甲外口的钱财气运拢扫入去厝内底。这嘛是节民众对新年愿望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